师尊，若真是他害了月迷，本尊绝不放过他。不可能，星辰熄灭，难道师尊他？师尊，星辰为何突然消失了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等着吧，等我去亲手将那个蠢货抓回来，我好好给你揍一顿，给你解气。无患，你怎么会在里面？可曾看到我师尊？白绝神尊要神诛杀月迷神君，以其神血生祭阵法，灭世大阵快完成了。不可能，神尊不可能杀月迷女婿。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月迷是怎么死的？有半句虚言，本尊定饶不了你。神尊是妖神，妖神亲手将月迷神君推入阵眼，我眼睁睁看着月迷神君神力溃散，本源尽数被阵法吞噬。我本想救他的，可是妖神差点将我杀死。要不是月迷神君拼着最后一口气将我送出去，恐怕我也逃不出来了。无患，果然是妖神杀了我师尊。孙姐，快走！告诉神尊我们挺不住了，让他快走。不国遮手，此事尚未查明。若大家都不想死在这里，就一同守住阵法。红日，看着他们，不可互相残杀。是，守住阵法。天启，已经以他生祭阵法，今日就算我们死，也绝不让你离开。今天就算我死，也要保护好神尊。师尊，今日之责你已尽到，他日重铸三界。森简，你便不再只是虎族首领，我便将整个妖界都托付给你。神尊，去吧。师尊，若真是他害了月迷，本尊绝不放过他。